先看中间了，好，先看中间。今晚你没不顾，我这干什么？没妈你啦，别搞我回我。站哦，站，叫他你找回笑回了，笑你手砸的，对，来，叫人郭家姐。来，校长看这一下哦。格林高中赞，长立高中赞，长立高中赞。好，也108课纲嘛哈，学校也有一个必修课，叫做那个地球公民。那所以现在也都是整个全球化跟国际化。那上一次呢，上个月前2个月吧哈，有我们的那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。那这一次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，然后又有英国的雪菲尔大学想要跟我们学校来签一个课程合作计划。那我想有这样的机缘，我们也乐于跟他们签订。那对我们未来的毕业生，如果有参加这样的预修课程，那学校来开设，那有达到一定的标准，那就会有同学可以2到3位呢，他们就不用再经过考试，直接申请进入他们去就读。那我想他们都是全球排名在100名之内的大学，对我们的学生，对整个台湾学生的发展是一个好事。对108课纲来讲，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弹性的机会，那我想这样子课程改革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。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我们长义高中，因为长义高中长期跟我们都有在课程的讨论跟合作。那透过他们的业务介绍，跟外面的实验教育机构有这样的一个机缘，我想这样子是对学校未来学生的进入发展也有一个很大的帮忙。他们的预修课程，那只是说用他们，如果说我们可以在这里跟2边的课程合作，去做开设这个预修课程，在高2到高3那段期间，有几个科目的课程把它修完，达到一定的标准，那就可以去申请。是，谢谢校长。